買樓之前記得要問清楚呢5個問題，如果唔係，分分鐘會俾人困嘅喎。好啦，各位街坊，尤其係港澳嘅朋友，如果近期你正準備過嚟大陸買樓嘅話，千祈唔好淨係聽銷售講到天花龍鳳。呢5個問題記得一定要問清楚，咁樣先至唔會俾人困喎。第一個問題，公攤，唔好聽佢所謂講嘅實用率，一定要將呢個面積寫入喺合同入邊，咁樣子就防止收樓之後面積縮水啦。第二個，交樓標準同埋交樓時間，我哋一切都係以呢個書面嘅表達形式為準，唔使聽個 sales 點講嘅。第三個，規劃，到底周邊嘅規劃係有定冇？好多 sales 就同你講，呢邊又要起地鐵，又要起商場，又要起學校，只要你冇見到出台文件或者係親眼見到嘅，一律當佢冇。第四個，因素，呢套單位有冇噪音，有冇遮擋，會唔會細晒？比如垃圾房、電機房係咪近馬路？呢啲你唔主動問 sales，佢係唔會主動講嘅。記住，買樓係大事，尤其係港澳嘅朋友，人生地不熟，多問幾句，少走10年彎路。想了解中山、珠海邊個樓盤最啱你？評論區留言666，我同你詳細分析。港澳置業好幫手，Hanson幫你揾靚樓啊！記得點個 like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